各位平安。礼拜时间已经到啊，只是请咱安静咱的心来筹备朝见上帝。伫过去2个主日，咱有点到5望听候的蜡烛，咱期待甲5望，那就是暗时的火光，互咱渐渐变成搁较光明、搁较坚定。今日咱已经来到大港节的第3主日，咱要点到第3支，也就是粉红色的蜡烛。伊代表咱虽然有缘还搁在听候甲筹备，但是咱有缘会当得到听候坚守的喜乐。这份喜乐，毋是来自环境的顺利，却是来自上帝对咱应允的确信。以及将要降生的救主耶稣基督所赏赐咱的救赎恩典，互咱点到一支蜡烛，喜乐的蜡烛，搁一摆提醒咱，虽然咱有缘甲底听候甲悔改，也毋通袂记得基督耶稣降生的消息。本身就是一个大喜乐、大的救恩。愿这个光明照光咱每一个人的心，嘛激励咱将这份5望的喜乐分享给咱所有身边的人。这时，咱要请店长老娘甲郑泽文执事来点到这第3支的蜡烛。选调，就趁耶和华通找到的时来找伊，伫伊三军的时求救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不义的人着改换伊的念头，归向耶和华，伊要怜悯伊；归向咱的上帝，因为伊要骗行赦免。这时，咱要请敬拜团带咱用俄罗的歌来开始咱今日的敬拜。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次在神的殿中用喜乐、欢呼来赞美我们的上帝。如果你的身体允许的话，邀请你起立，我们用诗歌来赞美他。这是喜乐的主日，我们要用这首诗歌属天的喜乐来赞美他，预备神的再临。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我感受你奇妙大爱，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我感受你大能力量，进我心中极大的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我心不再忧愁失望，你的
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主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我们再一起用这首诗歌来赞美。今天当中还有姐妹要受洗，然后极大的喜乐来赞美我们的上帝。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我感受你奇妙大爱，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我感受你大能力量，平静我心中极大的风浪。哈利路亚，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我心不再忧愁失望，因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我心不再忧愁失望，因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我要欢呼你生命，主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主天喜乐现在降临，主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主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将掌声献给我们的神，主天的喜乐要在今天降临，特别是在代降节的时候，我们预备，我们等候耶稣基督要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用第二首的诗歌，因为我们要靠着耶稣来得胜，要靠着耶稣基督的爱来得胜。我们的软弱要得着改变，我们要宣告耶稣基督在上面永远作王。我们用第二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上帝。靠着耶稣得胜，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手。我再一次宣告，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手。靠着耶稣的手，靠着耶稣的手，壮志神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我。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打转，是你
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不必惧怕挫败，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是你带领着我的生。请持续赞美。请咱议员徛地，咱要用信息头前第13页《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活命。阿免。真济。这是请大家对我用旧圣诗的启文第35篇来三角交读启印。启文：凡若冷喙焦的，就来就近水；也无钱的，拎着来买来食。来啊，毋免银，毋免价钱，来领钱甲面。恁啥事开费钱买迄个袂食的面？啥事？恁着留心听我，就会食迄个好面。想求啦，好心欢喜。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伊的三军的时求叫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伊的人着改换伊的念头。归向耶和华，伊要任命伊；归向咱的上帝，因为伊要骗行赦免。耶和华讲：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恁的路毋是我的路。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也无搁倒转。上听会开始。互野种的有真旨，我的喙所讲出的话，也无安尼决断，无空空倒转来我遮。听我所欢喜的，要互我所切所做，恁出去要欢欢喜喜。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声唱歌，领生发阮要下手，双臂发生来替草刺，了手替。这是要做耶和华的名的纪念。
即时请大家甲我同心压头来祈祷。阮的天父的爸，阮感谢你，当阮袂识离开主你的时，你用你的疼搁一摆吸引阮，互阮活倒转。当阮有病痛甲欠缺的时，你要亲自来医治阮、安慰阮；当阮信心软弱的时，你要扶持阮，搁使阮刚强壮大的心；当阮生活拄着极大的挑战的时，你嘛要亲自为阮开路引带阮。阮的天父爸，阮是有罪的人，恳求主你赦免阮，听阮软弱的祈祷，求你医治阮这的有罪的人，医治阮的心神甲肉体，互阮勇壮的身躯甲健全的身体，来面对每一个主你为阮所安排的境遇。亲爱的主啊，求你教导阮学习你的模样，搁较明白主你的旨意，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去办理你所交托的事工，互阮彼此相听，互相接纳，互阮一同领受上帝你的恩惠，一同成长，一同建立听的教会。阮的天父爸，求你建造阮，互阮诚侪福音的出口，互搁较侪未识的灵魂，因为阮的好所行，感受到上帝对应的疼，互接受你、信靠你的人，也会当经历搁活的新的生命。阮的天父爸，阮也要求你赐福伫今日的敬拜，互阮的心向主你的道来拍开，互詹牧师成做你的出口，因主你的道来教示阮。愿今日一切的荣耀甲学乐，拢归于你。愿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来求。阿免。即时要圣歌队来吟诗，今日因要吟的是《哈利路亚，学乐我主》，咱请圣歌队。
真感谢圣歌队所带来和乐美妙的新诗歌。即是咱要来强受上帝的话。今日咱所要看一段圣经，实在是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5章21节，咱要看到43节。请恁注意来听，我来读。马可福音第5章第21节到43节，安尼讲：耶稣坐船，搁过去迄边，规大群人聚集就近伊。迄时耶稣伫海边。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亚罗来，已经看见耶稣，就拍伫伊的骹下，切求伊讲：我细汉的查某囝差不多要死，求你来用手唤伊，互伊得到救来活。耶稣甲伊去，规大群的人对伊真委屈。有一个妇人人，迄老12年。捌对济的医生受到济痛苦艰苦，搁一尽破坏伊所有的，若是无一丝仔利益，反倒若伤重。第27节，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伫众人中对伊的后面来摸伊的衫，因为讲我简单摸伊的衫就会好。对安尼。迄老念面子，本身知伊的病痛已经好。耶稣及时家己知有关人对伊出，就滑倒转身，伫众人中讲：就是摸我的衫。伊的学生甲伊讲：你看见规群人伫委屈你，抑阁问一嘴有摸我？耶稣变看。爱看做即个事的妇人人，妇人人在本身所历过，惊吓咬咬喘，就来拍伫伊的面前，拢照实甲伊讲。伊就甲伊讲：妇人人啊，你的信已经救你，通安然倒去，你的病全然好。咧讲的时，有对管会堂的家来讲。你的查某囝死啊！弥赛也伫劳烦先生。耶稣边仔听起所讲的话，甲管会堂的讲：无咧惊，只有着信。耶稣伫彼得、雅各，甲雅各的兄弟约翰以外，毋准别人对伊相甲去。到管会堂的家，看去有哗吼。摇梯口大声吼的人，已经入去就甲因讲：恁啥事喊吼伫梯口啊？囡仔毋是死，是伫困尔。伊就啼笑伊，若是伊赶伊众人出去，就带囡仔的爸母以及甲伊来的人入婴仔的所住的所在，就牵囡仔的手，甲伊讲。代你告密，翻译就是讲，查某囡仔，我命令你起来。查某囡仔连面起来行，因为伊12岁啦。众人就大戆影奇怪。耶稣严严禁止因，无得互人知，就吩咐着互查某囡仔食。即时，咱要请詹牧师来讲道。今日伊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紧急的、甲优先的、紧急的与优先的。咱请詹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大声做伙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阮要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仰望你对阮的引带，对阮的带领，也互阮对你的话语中间，阮搁一摆要来受到提醒、甲激励。愿你保守帮助阮，互阮会晓听见你的话语，阮会晓来回应，阮也会当听见你的话语，阮伫即个中间，阮来得到得救的智慧。安尼伫你面前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我即届来咱教会讲道的进程，我有受到小会甲我通知吼，通知讲啥物？伊讲詹牧师，阮教会有做一个决定，讲后过做礼拜时阵吼。
那是会使尽量用华语讲道啦。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无简单、非常好的一个决定吼。你知影咱长老教会吼，上大的特色是啥物？你知影无？人讲讲台语也毋是啊，长老教会上大的特色是无少年的啦。你去每个教会去看呢，长老教会都没有年轻人呐。为什么？因为咱大家讲爱讲母语啊，我就常常咧听人讲母语就是什么？就是台语哦。这是一个定义的问题啦。母语有人讲就是妈妈教囡仔讲的话啦。我家己根据改革中咱改革中的信仰，什么叫做母语？母语就是一个人伊上熟悉、最亲切、最会使用的语言。所以你上熟悉、最亲切的语言是啥物？真侪中辈是台语。因为我你讲我细汉的时阵要去读小学，我无读幼稚园，我要去读小学，迄天读前2天阮姐姐一直甲我讲，老师若咧叫曾昭瑞，就是咧叫你啊。我毋知影我的名叫曾昭瑞，你知影？我拢想讲，我自细汉拢叫焦水啊，焦水啊，阮厝里无人甲我叫曾昭瑞，所以我毋知我的名叫曾昭瑞啊。我的母语是台语啊，但是对真侪少年人来讲，伊的母语是啥物？歹势是华语吼，毋是因为伊是台湾人，伊的母语就叫做台语呢，是因为伊爸爸妈妈甲教华语啊。伊上熟悉、上亲切咱咧讲道的时阵牧师咧讲道的时阵，你毋是听就好啊，你爱去想呢。你捌去听人用英语演讲无？听有无？但是听了以后安怎？足食力的。你若听牧师讲道，你听有听了足食力的安怎？下礼拜歹来，你知影无？你知影会安尼所以咱要用一个大家听有，而且会当思考，会当会当听到足舒适的迄款的语言来做礼拜啦。所以我拢强调要用母语做礼拜长辈的母语是台语咱的少年人的母语什么？那是讲是华语啦。那我们教会的长辈很愿意徛伫少年迄边咧想咧。这是一个足无简单的代志因为咱即摆的长老教会、足侪教会拢拄着世代冲突。什么叫世代冲突？较长辈、较少年安怎？观念无共，想法无共，爱无共，冲突啊！冲突落尾是安怎？你知影？用脚投票啦，输的人就走啦。常常拢啥物人输？少年的输啦，在长老教会没有长辈输的这种事情啦。所以足侪教会少年拢走了，你知影？我咱中兴教会当做这个决定，我感觉是一个非常无简单的代志。所以这个时阵，我要请容许我用华语来讲道好，来，这个是我们在台湾有一个急诊检伤分类表，就是你去急诊室的时候呢，它就会有一个5级的检伤分类表足侪人去那个什么看急诊的时候，我来挂急诊呢，我已经在这里等了50分钟了，为什么那个后面来的人先看？你不要听过有这种新闻吗？有是因为很多人挂急诊以为就是马上看，那其实急诊不是马上看急诊它是有分类的第一类复苏急救，立即处理，就是讲到院前心跳已经停止或者是死亡休克、严重呼吸困难的人，这款的人安怎？要立刻急救。然后第2级、第3级、第5级是什么？我只要在120分钟、2个小时内有给你处理，这样就算好了啦。所以如果你下次去挂急诊，你希望医生马上帮你看，很简单嘛，你就是到院前心跳停止就好了啦。开玩笑的啦当然不可能你希望你去马上看，是因为你心跳已经停止，医生帮你马上看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文是什么？耶稣刚从格拉森回来。我们上个礼拜讲，我们上一次讲到说耶稣去格拉森这个地方，然后他这个次是他从格拉森回来，然后坐船回来，船还没有靠岸，就一大群人在那边等他，在等耶稣。为什么要等耶稣呢？因为有一群有一个管会堂的人，他的名字叫埃鲁。他有一个12岁的独生女他的女儿啦他有一个12岁的女儿怎样？快要死了，他希望什么？希望耶稣赶快去救他了。请问这什么状况？这什么状况？
哦，对对对，你拢知影哦，你一看就知道我刚刚为什么把那个急诊室的那个分类简章表放在前面，所以要求耶稣去看急诊啊。耶稣你进来给我看急诊啊，而且这是什么？第一类的复苏急救，给不要去啊！所以这个时候时间是很宝贵的，然后耶稣就出发了。可是一个人圣经跟人讲什么？塞车啦，塞车啦，人群把耶稣按怎非常的围困，路上的人都拥挤他哈。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在台北，如果路上很塞车，要怎样？救护车要怎样？要哦咦哦咦，对不对？啊，大家听到哦咦哦咦要怎样？跟闪嘛，对不对？哦，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啊，大家都没有闪啊。耶稣那个时候有没有哦咦哦咦呢？所以大家都拥挤他。你想行到几慢？慢啊，行到做慢的啦。然后呢，正当众人在拥挤耶稣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女人，她患了12年的血肉，出现在人群当中，然后她就向着耶稣走过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血肉？哈，血肉就是当时候的女性，她因为月经之后，可能她被真菌感染，造成她经血流血不止。这在以色列人的律法当中是被视为不洁净的。任何人只要碰到这个女人，她也会变成不洁净。所以咱想看嘛呀，这个妇人人哈，她怎样？她有没有好的人际关系？没啦，你做礼拜，你边啊无人敢坐在你边啊呢？然后你觉得会不会有男人爱她？没有，为什么？碰到她这个男人就不洁净了呢？所以犹太人他们对洁净的礼仪非常要求，所以没有人要跟他在一起啊，没有人要跟他，没有人想要跟他做朋友啦。讲他歹听哦，就真可怜了。所以这个妇女她怎样？她想要不计一切代价，要把她自己的病给医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给你请教一下，如果生病了，那要不要看医生？有人生病不看医生的，你怎样？好了，我不是要讲这个哈，生病了看医生啊。如果看医生医不好会怎样？看医生了医不好变怎？单死是不是？继续医掉啊！没有人讲啊，看医生医不好就要单死是不是？没有啦哈，就会想要去看嘛呀，西医哪看不好看什么？看中医。中医如果看不好怎样？中医西医都看不好要怎么样？就会有人开始试偏方嘛，对不对？听讲这就好的啦，对不对？开始就会试偏方。如果中医、西医偏方都试不好，你会怎样？开始怎样？对，没错嘛，求神问佛嘛，就是这样子啊，大家都是这样子。如果连求神问佛都不会好的时候，会怎样？有人讲有信耶稣啦，没有？就会有人跟你说，讲啉马尿会好，你要啉不？我们总的不爱啉，因为你又没有得绝症。但是如果你得了绝症，怎么看都看不好，人家跟你说喝马尿会好，你要不要喝？就有人会喝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人就是安尼啦，为着要让自己好起来，拢会试看嘛呀。圣经怎么形容这个妇女？圣经说她怎样，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去看病为什么要受苦？那个时候又没有化疗，为什么？有很多偏方。有很多非我们今天科学的医学方式在治疗他了，所以他受了很多的苦，又花尽了他一切所有。爱开钱的，那个时代没变健保呢，然后怎样？一点也不见好，不较好啦，反倒安怎？反倒较严重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你是那个妇人，你会怎样？你这叫做有步变到安怎？没步啊啦，没步啊啦！你这样很认真、很努力的，结果让病反而更严重啊！所以他想要来请耶稣帮忙，但是当他靠近耶稣的时候，你觉得他会不会想到一件事情？有很多人底下 K 来 K 去哦，这么多人在那边拥挤，我如果这样走进去，一定会怎样？跟很多人怎样 ？K 社会啊，会不会？他不像我们家会做礼拜，你安尼一人找一个无人坐的位安尼人啊不要紧，那是客来客去呢。所以他走过去会让很多人不洁净。如果万一让人发现她是一个不洁净的女人，混在人群当中，碰到很多人，让很多人变成不洁净，她会怎样？
可能石头拍死是没啦，没有那么严重了。但是这个很不道德呢，这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这个足无道德的呢。为着伊家己要医好，把咱大家喂到无清气，这样很糟糕啊。但你觉得，如果你是那个女人，你要不要试试看？对啊，对，你要，为什么？没播啦，然后有播我就免安尼啊啦，对不对？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是因为你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选择了，所以他不能不这样做，他必须要冒险一次。所以他心里面想说什么？只要我能够摸到耶稣啦，不啦，不好啦，不是摸到耶稣了，我只要摸到他的衣服，我就可以洁净哈。传统上，我们对这个经文，我们有2个解释，一个就是这个这个妇人非常的有信心，她想说，我只要摸到耶稣的这个衣裳，前我给他请牧师跑，你等等，我摸到家你就好啊，所以他不用碰到耶稣，他的信心很大，他只要摸到这个耶稣的衣裳就好了。我们很多人的解释是这样，但我自己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的解释不是啦，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他怕他这样去，假设他去摸到耶稣的手，会不会让耶稣不洁净？会不会？会啊。当耶稣没有洁净不洁净，但是他会害怕，所以他想说啊，我惊害人无清气，我摸耶稣安尼就好啊，这样就可以让我得医治了。所以他只摸衣裳穗子，其实很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所以他鼓起他的勇气，他钻入了人群，甚至在人群当中被挤来挤去，你就看见他的伸长了他的手，一个就地的就挤进去了，又被挤出来，然后他尽了他最大的力量，就是要摸着耶稣。当他的指尖轻轻的碰到耶稣的衣角的时候，他立刻感觉到他的病好了。但是耶稣停下他的脚，回过头来，四周一看，说：“什么人蒙我的衫？什么人蒙我的衫啦？”如果你是那个妇人，你会怎样？啊，是我，是我，是不是？不是啦，惊死啦，惊死啊！他想说，我偷摸他是偷摸耶稣然后我是不洁净的人然后被发现了。他本来觉得他被医治，他心里应该会很开心，可是当下他一定怎样？心头掐就丢了。那种被医治的喜悦马上消失，取代的是什么？是恐惧，是害怕了。他被发现了，我是一个不洁净的女人，居然混在人群当中，然后还去摸耶稣。请问弟兄姐妹，该当何罪？这包拯讲的，该当何罪？心中的恐惧让他第一时间他不敢承认，但是耶稣安怎？耶稣没被帮伊刷。你注意看哦，今天这段圣经，耶稣没被帮伊刷哈。耶稣一心想要找出那个谁摸他，这时候耶稣的门徒就跑出来跟他说：“啊，耶稣，你们在讲什么？这些人客来客去的，这么多人挤来挤去，你怎么会问说谁摸我？”圣经怎么说？耶稣四周观看，他周围观看，要见这做这事的女人耶稣就是要找出这个人他要给他找出来。当耶稣停下来，在那边四周观看，他硬要找出是谁摸了他的时候，你觉得其他的人会怎样？其他人也会跟着开始好奇起来。对啊，那到底是谁摸了他？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这个妇人知道他怎样在他身上所成的事情，他没法度避啊啦。所以圣经说他就怎样战战兢兢哦。咱台语圣经叫做什么？咬咬抓。我们在你把咬咬抓没有？你最近有没有咬咬抓的经验？那个有没有人去打那个流感？有的人怕流感，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咬咬抓。他这个妇人就怎样战战兢兢的伏在耶稣的脚前然后就把实情告诉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他说出来的时候，你觉得他心里面怎么想？我觉得他心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很复杂的东西耶稣会不会怪罪于我？我是不是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那种各种的想法和压力一时涌现了，所以杨总阴阳摇错。我不晓得你们信耶稣有没有这样阴阳错？没啦吼，那安尼教会没人要来啊，吼，来个教会我爱要信耶稣，我爱阴阳错，没有啊。
所以他心里面有很大的压力。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耶稣用一种很亲切、很温暖的口吻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你有温暖不？有，耶稣用很温暖的口气跟他这样讲哈。那耶稣是这么仁慈，他没有斥责，他没有怪罪他，只是让他平平安安的离开。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一个令大家都觉得很欢喜的一个结局？是不是？你拢给我骗去呢？你拢最好骗的呢？不是啦，什么让大家都很欢喜？谁不欢喜？有一人不欢喜啦。什么人不欢喜？哀奴啊！你若是哀奴，恁查某囝急要死啊呢！耶稣啊，你紧来救阮囝！结果耶稣伫遐创啥？耶稣伫遐停落来，耶稣伫遐大家甲迄个妇人人伫遐讲话，伊甲伊遐讲话，啊，搁伫遐问讲像甲我无？啊，搁伫遐甲伊讲，你拖。如果你是哀奴，你会怎样？急到要死啊！阮查囝要死啊咧！耶稣你是咧创啥货？如果是我是哀奴，我一定这样啊。那你不会这样的话，那你不正常，我这样才正常啊，对不对？所以当他正在讲话的时候，有人来跟哀奴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再劳动夫子了。”你会觉得怎样？你会觉得怎么样？你心情有欢喜不？看到了那个血肉12年的妇女得了医治，你有高兴吗？哇，平平安安，不是高兴了，我怎么会高兴？我气到要死啊！如果耶稣，你再走快一点。如果大家不要挤来挤去，如果那个女人不要摸耶稣，如果耶稣不要停下来，一直找说谁摸了她，如果耶稣不要一直跟她讲话，说不定我女儿还有救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哀奴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必要的言辞啊，因为这些不必要的言辞造成他的女儿死亡啊。血肉是什么病？血肉是慢性病啊！今仔日无医，明仔载再过来看，敢会翘起？敢有人香港卡今仔日无看，明仔就翘起？不会怎样啊！耶稣你在干嘛？如今人都死了，不用再麻烦耶稣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当时候的主流思想啊！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还有希望。他们认为耶稣可以医治那个将要死的人，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耶稣有能力可以让死掉的人再活过来。所以，当孩子死了，希望就破灭了。耶稣面对这个很悲伤、很难过的父亲，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不要怕，只要信。然后耶稣就带着少数的几个门徒，这次就不是一群人，对吧 ？K 来 K 一啊，耶稣就带着少数的几个门徒前往埃鲁他家。当他们到了埃鲁的家里面，看见死亡哀伤的仪式已经开始了。因为犹太人的习惯就是别人的家里有人死了，大家都要去他家里，邻居都要去他家，在那边哀伤，在那边哭哈。所以你就看到说啊，他那里乱嚷啊，有很多人在那边哭泣哈。然后耶稣说啊，耶稣就讲了一句话哈，他说：“他没死啦。”一直是困去啊，结果听到的人就怎样？觉得耶稣怎样？觉得耶稣nonsense啊！你说你这无 sense， 你知道这人死啊，活人跟死人你就不要分的。旁边的人都认为他死了啊，那耶稣说他没有死，所以大家就怎样？嗤笑耶稣了，耶稣被踢球了，然后他们很嗤笑耶稣，耶稣就怎样？耶稣嘛，没得干 cake 呢。你注意看，这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哈。什么叫做撵出去？如果你今天来中心教会做礼拜，然后你被撵出去，请问你下次还要不要来？这没礼貌的呢，没 cake 的呢。耶稣没干 cake 呢，赶紧赶出去呢。我不知道你上一次有没有上一次被撵出去的经验是什么时候？没有，我好像还没有经验哈，什么被撵出去的？如果有的话，那很不好的经验呐，对不对？耶稣就把他们撵出去啊哈，然后呢，所以我们圣经里面藏着很多细节呢。如果你认真读，你会觉得圣经很有趣呢，有无？还是听牧师讲得较趣味啦哈。好，
随后耶稣就拉着那个孩子的手，就对他说：“女儿，我吩咐你起来。”这个女孩子就怎样？就站起来了，而且能够行走。其实这个有很多细节通常破病到最严重的人根本站不起来啦。如果你家里面有那个需要长照的，你就知道，不是站不起来，是你抱你的起扭不起来但这个女孩子就站起来，而且能够行走，表示她身体状况恢复得很好。她的父母就很高兴啊，哇，很开心啊，哇！然后耶稣就吩咐他的父母说：“可以吃物件了。”可以吃物件。有时候我觉得这个经文圣经的记载很特别耶稣都能够叫他从死里面活过来，难道耶稣不能够叫他肚子不会饿吗？请问可不可以？可以吗？但为什么耶稣还要叫他父母给他东西吃？我常常在想，就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耶稣不帮忙我们代劳了。癌乳没有办法让他的女儿病好起来，没有办法让他的女儿活过来，这种事情耶稣会帮忙。但是喂饱自己的小孩，癌乳和他的老婆都做得到了，所以这番代志安怎？你自己做得好啊！所以你不要想说耶稣啊，帮我，我书都没有念啊，你帮我把功课写完啊，这个代志耶稣没给你倒三缸的啦。你该做的事情你要自己做，你做不到的事情你可以求耶稣。另外这个经文里面有一句话，有个地方很重要，说耶稣叫他们不要告诉别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不要叫人知道这件事情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有可能吗？这件事情别人会不知道吗？你怎么今天死啊呢？他妈耶稣走啊！你怎么今天出来活跳跳？除非你把你女儿关起来，除非你女儿以后都不要去上学，怎么可能会不知道？耶稣一来，这个女孩子又活过来了，怎么可能让人家不知道？其实我想这段经文它最重要的意思，它不是说不要让人家知道你女儿活过来了，它的意思是不要让那些不相信耶稣的人，他们有办法从孩子的父母口中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对于那些不相信的人，耶稣不让他们看到神迹，他把它挂出去，有没有？所以你根本都没看到。然后呢，他甚至不要让他们知道神迹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都想说那这样不信耶稣他可以看一个神迹，就让来信耶稣啊。你知道吗？很多人在办布道会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很特别的期待但如果你注意看圣经，你就会发现，耶稣他不是用神迹来让不信的人相信，他是让相信的人去真实去经验到上帝的大能。这是一个就不讲了。所以你相信的人，你才会经验到。如果你是不信的人，就算是经验到，他也是一样不信的。好，我们从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对照医院急诊室的减伤分类表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觉就是耶稣问一个妇人为什么要摸他，却让一个重症即将死掉的人在那里等候。你觉得这个合不合理？不合理啦！这若是一个医生安尼处理做医生的马仔就向告啊！你知影无？说医生他一直在看感冒，他这个快要死掉的他都不管。如果有一个医院这样处置病人的话，保证怎样？被告啊，对不对？也向告啊，这个很不合理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错，很不合理。但是在这个不合理当中，有很重要的意义它让我们看见耶稣是多么的敏锐，感受到我们信心最微弱的触摸。它的不合理是，我们不需要说恰当的话，我们不必选恰当的时机，甚至不必做任何恰当的事。不论我们何时何地何种原因，只要我们向耶稣伸出手，他就将最紧急的事情为我们停留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讲耶稣有好无？你讲你不重要你不重要，你这个代志不重要，我先处理较重要的代志。没有耶稣没有这样耶稣是为那个比较不重要的人的事情停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当我们向我们的主伸出他的手，要来亲近他的时候，这就是耶稣最重要的事这就是咱的上帝啦。伊不是讲你较无重要，你这较无紧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癌乳不论是在名声、地位、财富，甚至在信心上，都比这个换血肉的妇人还要来得强。
但是耶稣不是说啊，你不重要，那你这个是小病，那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不够高，所以呢，我要先去处理这个管会堂的这个靠社会地位。没有，耶稣为这个换血肉的妇人停留，他没有跟他说，麻烦你去后面排队挂号。耶稣立刻为他处理，这就是咱的上帝啊！你有没有觉得这就是你的上帝？然后耶稣对那个患了12年血肉的妇人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强迫这个女人公开承认她摸了耶稣。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过程哦。他还强迫她一定要公开承认哦。那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不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有这个神经啊，因为那个女人来摸完了就走了，耶稣也知道，然后耶稣也都没有说出来，那圣经就不会有这个故事啊，对不对？就不会有这个记载。耶稣不是为了要让我们知道有这个圣经，有这个神迹哈。更重要的是，耶稣要让他学到，要让这个妇人学到信心是什么呢？耶稣要教导他的不是他做了什么事情使他得救，使他得救的是信心。用我们改革中的话语来说，就是不是触摸耶稣这个动作让他得救，是他对耶稣的信心让他得救。他去触摸耶稣，只是他信心具体的实现。然后最后，这个妇人虽然得到了医治，可是从律法的角度来看，如果纯粹从犹太人律法的角度来看，这个妇人有没有罪？有啦，他有罪啦。他刚卡来卡去，好多人不洁净呢，因为他是不洁净，只要碰到他的人都叫做不洁净。你让别人不洁净，这个是有罪的。这个从犹太人的律法里面是有罪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若靠良心的啦，你若无良心的不要紧啦吼。无良心的人是我好就好，你死都不要紧。这叫做没有良心。你如果比较有良心，我得救了，我被医治了，可是你们都不洁净了，你觉得这个人有没有心理负担？有良心的人，他会有心理负担，他会有个阴影啊。为着我好，拢把别人害掉。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个伦理学，有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他们坐一辆那个游览车，跟大家一起出去玩，然后突然间那个男生跟女生，他们突然说：“哎，我要下车。”那他们那个地方其实不能停车，可是他们就说：“哇，我们要下车，我们要下车。”这一对男女朋友他们就下车，就他们一下车离开那个车子之后，就一颗大石头掉下来砸死那台车里面所有的人，只有他们2个人没有死。啊，他们可以有2种反应啊。第一个反应讲：“哦哈，感谢主，感谢主吼！我紧落加在阮无代无志紧落车，所以无死。”另外一种的反应是：阮若莫讲阮要落车，这台车就驶过来，就好了被割掉啊，因就拢免死啊。所以这台车的人，这台车子上的人会死，是因为我们临时说要下车，害死他们的。人有2种反应哦。一个有良心的人会觉得，我为了我自己的好处害死了很多人。那种较无良心的人讲：“哎呀，真好诶，真好诶，因死我拢无死吼。”这个妇人她可能会有一种道德上的自我谴责，为了自己被医治，害很多人成为不洁净，这样她回去心里面有没有平安？不平安啊！但是耶稣跟她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他让这个妇人经历到了不单单只是医治，而是被赦免。他的良心可以没有压力。第3个，我们从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学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给我们的一个理解，就是有一种错误的理解。什么错误的理解？就是有的人会认为上帝的资源有限，上帝资源就有限的，当他医治了这个人，他就没有办法医治另外一个人。你们小时候有没有你小时候啊，或者是长大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过济公活佛的故事？济公啊，祭奠啊。民间故事呢，都有一个祭奠的故事啊。祭奠一天会当行几个神社，你拢唔知啊？我拢做认真看那个民间故事，那个祭奠吼，一天只能够行3个神迹啊。当他行完3个神迹的时候，他就安怎？他就变无报啊！你知影哦？他就无再调处理任何代志，他就要搁等安怎？
给刚啊！啊，你们都没有看过这个哦，好，那只有我看过，好。咱的上帝敢会安尼？咱的上帝安尼，咱的上帝有两公啊，无两公？就两公的啊！上帝啊，你知道吗？一天有多少人跟你祷告啊？结果你只准3个，那剩下几千个、几万个你都不准哦，你们做两公哎。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什么？当耶稣延迟的时候，我不晓得我们在读圣经的人，你会不会有一种焦虑不安？还是只有埃鲁在那边焦虑不安呢？埃鲁的女儿快要死了，但耶稣却在那里停留。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的主，他的能力和资源是没有限制的，他并不会因为医治了患血肉这个妇人，就会来不及，或者就无能为力来医治埃鲁的女儿。这对于信靠上帝的人来说，这告诉我们什么？你别烦恼啦，你别烦恼啦，别人得到上帝祝福，你无损失啦。你知道不？当别人得到上帝的祝福的时候，你没有损失。所以呢，当我们看见别人被上帝祝福的时候，我们的心会觉得很喜乐。为什么？因为这一点都不会减少上帝对我们的祝福。如果我们把财产遮好就好，你知道，伊分5000万给阮弟，啊，过买当佫分5000万给我啊，佫分5000万给阮姐，吼，啊讲啊，把你财产有偌济，我5亿啦，啊5亿拢给你小弟，啊5亿万拢给你，啊5亿万拢给你姐啊，我那边，你觉得兄弟姐妹会不会冤家？袂嘛，有这个包够好诶，问题是5亿给伊，啊你就无啊，无就安怎？无啊，你得看剧那种什么王永庆的家族啊，张荣发的家族，那个在演什么，我们都知道，就是这样啊。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啊。这意味着什么？贪婪和嫉妒都是不适当的。上帝是那么丰富、大有能力，以至于他可以赐下够用的恩典，满足他的儿女。然后在今天的圣经的经文当中，有一个言辞，我们称之为神圣的言辞。这什么是神圣的言辞？这是出于我们的主他的决定与行动。我们的主他暂停下来，他坚持要知道是谁触摸了他。而这个血肉的妇人并没有把耶稣拖住，他说：“耶稣不要走。”没有，他没有这样哦，是耶稣自己要停下来的。然后我们要说的是，这样的一个言辞，它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言辞。因为这个言辞的原因是神圣的，它的效果是为了使人得到祝福。透过这样的言辞，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妇人她信心所带来的医治。这表明了什么？表明她有机会真正的去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喜悦信心所带来的医治。同时，这个言辞也延迟了埃鲁的祝福。圣经里面有很多言辞的。神圣的言辞，除了埃鲁的这个故事以外，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拉撒路病了。拉撒路病了，耶稣就怎样？搁拖3天，一天搁拖3天，你知道？然后才要去那个救拉撒路，以至于拉撒路死到放在坟墓里面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为什么要言辞？因为这样的言辞让我们看见一个更大的神迹，使我们明白到我们的主不但是一位医治的主，他更是一个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的主。但是当我们在面对神圣的言辞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更大的信心。耶稣对埃鲁说：“不要怕，只要信。”我们要面对这种神圣的言辞的时候，通常会伴随着什么？伴随着周遭的人信心的缺乏，可能是这个女孩子已经死掉的消息，可能是这个死亡哀伤的仪式已经开始了。那旁边的人会说：“你的死啊，你可不可以医治？”他们就在笑耶稣啊。这都是没有信心的反应啊。这些人的反应会不会动摇到我们？会了。这些没有信心的人的反应会动摇到我们。但耶稣要我们怎样？不要怕，只要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教会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面对这种神圣的言辞？可能我们常常在为一个人祷告，
为一个病危的基督徒祷告，我们希望他能够得着医治，但是我们发现上帝推迟了我们的祷告，甚至上帝没有免去这个人肉体的死亡。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一个更大的信心啊！我们要去相信，我们死去的这个亲人、这个朋友，他并不是在上帝的遗忘中死去，而是在基督里睡着了。同时，我们要经历一个更大的神迹，从死里复活。我们要用更大的信心来等候，才能够看见这个神迹啊！有时候我们经历的延迟，它不一定是身体的健康，有时候可能是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经济、我们子女的教育、我们的健康。上帝都让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经历到延迟。神圣的延迟表明我们需要信心啊！这种信心常常是产生于绝望之中啊！这段经文让我们经历到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当我们在无所盼望之中，我们仍然选择相信依靠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经文的例子。这个病了12年的妇人，对这个病了12年的妇人而言，她的希望早就已经消失了。她受尽了许多的苦，花费了她的一切所有，去找了很多的医生，结果一点都没有见得好，反而变得更严重。你觉得她会很有希望吗？信仰常常是没有希望之人所结出的果子。如果还有选择，还有希望，这个妇人她就不会冒险混入人群当中，冒险要去摸耶稣了。睚鲁也是啊，当他听到说囡仔已经死啊，免搁落还神仙啊，你觉得他会觉得很有希望吗？没有啊，他觉得啊，那够机会。当耶稣来到他家里面的时候，面对很多人在那边啼哭，很多人在那边哀嚎，甚至有的人在那边嗤笑耶稣，表达出他们的不相信，表达出他们看不到希望。你觉得睚鲁会觉得很有希望吗？没有。一个有信仰的人跟这些不信的人的差别不大，差别在哪里？就是在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因信仍有指望。罗马书4章18节这样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我一个弟兄姐妹，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在读创世纪，他读完了创世纪，他跟我说，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牧师啊，我看阿伯拉罕也无做什么啊，他那是做信心之父。他就这样问我说：亚伯拉罕又没有做了什么，他也没有行过什么大的神迹，怎么样？他说亚伯做什么，那当做信心之父啊，他就有信心啊。他不是因为他做了很多事情啊，他就是有信心啊。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你跟他说啊，我某都已经没死啊，我嘛拢已经老啊，但是他仍然相信，就得以做多国之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对耶稣基督的相信是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经历到那种没有盼望中的盼望啊。有时候我们都一直在充满盼望里面盼望，你懂吗？这个很出名哈。我们的教会都一直想要给人很多盼望，这个也没有错啦，这是事实。但是真正我们的信心经历考验的时候，常常是在那个没有盼望里面经历到上帝所做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我不知道你在什么光景底下，我也不知道你的指望在哪里，但是我要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什么？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因信仍有指望。这不是虚言，这是因信而来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看见他把重要的紧急的事情先放下来，他先去处理我们所伸出的这双手，想要触摸他的手。所以我们相信，当我们伸出我们的需要的时候，你也
我们停留。我们也相信主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主因信我们仍然可以有指望。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来经历你的爱，经历你的恩典，也帮助我们中心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更多的经历神你的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这个时候咱要来举行洗礼吼，咱来吟圣诗354首，咱人既然大罪出世吼，咱吟第1节甲第2节就好吼，第1节和第2节就好。圣诗354首，然后我们在那个唱诗歌的时候，我们请咱的修会员来为咱来释法洗礼，然后也请徐美惠姐妹能够到台前来站立哈。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朝天星光，流小显幻，我可家己袂脱脱。成白上帝一段恩惠，经选咱人做伊行类，圣经替咱担当罪过。诚心宽仁，甲咱感化。好，咱得到帮赞，是倚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做伙注意来听主耶稣吩咐的话。伊对死人了，搁活了以后，还未就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恁的，着教是因守。搁我日日甲恁直直到世间的落尾。第五旬节，耶稣彼得传福音的时，对听见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互恁的罪得到赦免，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既所应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这拢总远远的人，就是囡仔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人。亲像迄时，彼得叫人怎样反悔。家己的罪来信耶稣，搁受洗礼。当我也要请可美惠姊妹对你讲，你着深信，你若真实反悔，告别你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佮表明你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当你要领受洗礼，所以你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别你的信仰，来应答我所要问你的问题。我问你，请你来回答。可美惠姊妹，你有相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你着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来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道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做，也无？好，咱请会众起立。
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尽诚实，佮愿你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拢得到保全，无通赢。当你已经告别你的信仰来洗礼，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中兴小会的官兵，接纳你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信仰的稳定。咱做伙三甲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你予美惠节会当来伫到正人的面前。来告别接受洗礼来告别伊的信仰。主要说，愿求你的保护来压榨伊，洗清伊拢总的罪，也引带伊头前的路，互伊成做你的查某囝，一世人来跟缀你，也互伊来参与伫中兴教会的礼拜小组的生活，也透过安尼，互伊搁较深来结连伫你。阮知你为着伊的罪，死伫十字架顶，流出你的宝血来清去伊。当你互美惠节会当常常记着你即款的恩典，一世人来跟缀你的脚步。阮安尼伫你面前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会众请坐。这个时阵我要请咱的小会员来代表咱的教会来握手接纳美惠节。来，我们请美惠节往后面转。来，转过来，站中间这里。我们请小会员来握手接纳。咱教会有准备这个洗礼证书来定，大家比较看得到，还有那个一本圣经来那边上美惠姐来，还有要送花的，来欢迎，鼓励，这是一个欢喜的时刻咱做伙甲伊其实我们看着妈妈我们的美女这么久为她的女儿所付出的，你知道，只有在走到耶稣的面前，才有真正的得胜，因为耶稣就得胜了，有平安。所以呢，妈妈每天担心的女儿一切的重担，今天我们谢谢主，让我们看到美惠受洗。我讲最大的重担都在耶稣的手上，得平安，得喜乐了。好，我们很高兴我们很高兴。我先在台安医院，我们为他施洗以后，带着美惠，就这样子，带着美女，带着美惠，所以我相信在这一家人里面，真的看了神的信实，是，好棒感谢主，来，全部来，好，来，1、2、3，好，来，这个美惠继续留着妈妈也留着。好，来，好，大家都很开心妈妈之间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就是那个美惠姐的爸爸他之前生病嘛然后有很多教会关心除了我们教会关心，还有这个师牌的信友堂的总牧师还有他们的教会弟兄姐妹都一起关心然后一起照顾。然后那个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但是上帝使他成长那耶稣也说，我差遣你们去收割你们没有栽种的庄稼那上帝的保守，上帝的带领，让美惠姐还有她妈妈能够在我们中心教会能够洗礼，但是是上帝透过很多人来做这样的工
咱拢是上帝国的一份子吼。那我们很谢谢石牌信友堂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感谢上帝哈，上帝保守那美惠姐的家人爸爸妈妈都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那哥哥在美国还有我们欧长老的那个小组对这个美惠姐特别是这段时间对她的关心和照顾那小组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那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牧师小可教一下我们今天有在小会员跟小会员讲一个人会信耶稣很多人他们的路程是先感受到弟兄姐妹对他的爱，然后再感受到耶稣基督对他的爱，然后再认识真理。所以你不要把次序弄乱然后想要跟你讲真理不然要先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然后他会感受到上帝对他的爱，然后他就会认识真理这个顺序我们把它弄对，传福音就会很有方法，很有力量。然后我们再次的来拍手，来恭喜美惠姐也为他们的家庭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你的手是这样的带领着我们，也带领着我们的教会来看顾主你所爱的女儿美惠姐，还有她的妈妈，还有她的父亲。上帝，你不断的在做工，你不断的在带领，直到今日，我们都看见你借着你的大能，借着圣灵引导人来认识你。你愿你也在美惠姐还有她母亲的身上，还有她的哥哥的身上，主你不断的带领，使他们能够在你的恩典里面经历上帝你的爱。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来咱请回多谢，谢谢。我来，咱接续要来举行这个圣礼典我们一样咱来吟圣诗355首，355首那我们一样咱伫吟诗的时阵咱坐咧吟就好咱伫吟诗的时阵，咱吟第一节就好时间的关系，咱吟第一节就好咱伫吟诗的时阵，咱请咱要服侍的这的同工来台前来准备。主的内面，欢迎今仔属于教会的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恩典。请咱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对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咬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甲咱众人三个得地。请咱做伙注意来听主耶稣昔日圣餐所讲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所领受的也捌传予恁，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又摕饼起来对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
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阵，就惊安尼来纪念我。这杯是新约，以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所以这个时阵，咱要来学习主耶稣的款式，咱做伙三个来感谢。准备到听完天父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阮搁一届伫即搭遮要来甲主耶稣三个坐倒。阮少年你有差遣你的独生囝来到即个世间，为着要拯救阮众人的罪，你拍破伊的身躯，互伊流出伊的宝血，诚做救赎阮的奇妙的计划。主，当阮伫即搭遮，阮伫你的面前，阮用恭敬的心来摆列即个饼甲杯，求主你分别即个饼甲杯，互遮个饼甲杯诚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也互阮透过食即个饼、啉即个杯，阮明白阮是基督奥妙机体的一部分，帮助阮每一届甲主你三甲坐倒的时阵，互阮学习合一的功课，互阮学习彼此赦免、彼此了解、彼此接纳的功课，也帮助阮搁一届来思想主耶稣基督你的恩典，互阮会晓伫你的面前来悔改、认罪、更新、grund地主你的脚步。阮搁一届伫你的面前求你陪伴阮的心，来甲你相拄。安尼伫你面前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咱请咱的小会员来为咱设法旁边。咱邀请今仔已经领洗礼，家己教会兄弟姊妹，你通好来煮即个饼。你若还未领洗礼，家己教会兄弟姊妹，请咱伫祈祷中间笑念主的恩典。我们邀请凡已经受洗加入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可以一起来领受这圣饼。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加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祷告中纪念主的恩典。这是主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咱三个来领受。
食了后，也安尼旁边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今仔啉的时阵，就惊安尼来纪念我。饭后也这样举杯说：“这杯是新约，以我的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咱请咱的小会员来设法为咱旁杯。咱共款邀请，今仔已经领洗礼，家己教会兄弟姊妹，通好来祭即个杯。你若还未领洗礼，家己教会兄弟姊妹，请咱伫祈祷中间来效念主耶稣的恩典。我们一样邀请凡已经受洗加入教会成为陪餐会员的弟兄姐妹，可以来领受这杯。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加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祷告中纪念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杯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阵，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这杯是新约，以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咱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三个来感谢。天父上帝，我要伫你的面前来感谢你，你的疼痛，你的恩典，怎样临到伫阮，互阮会当伫你的内面来经验着上帝你的引带，甲上帝你的保守带领。阮求你，甲阮三个伫地，互阮大概食即个饼，啉即个杯，甲主你三角坐倒的时阵，阮就提醒，阮就受着提醒，主你的疼是何等的大，你的恩是何等的深，你怎样疼阮，为着阮死，流出你的宝血，为着要拯救阮，帮助阮有即款体会着恩典的心，将主耶稣你的疼来甲人分享，来见证你的名，愿你的恩甲阮众人三角伫地，安尼伫你面前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要请咱的小会员来甲咱设法来收杯吼，来。伫即个
收杯的时阵吼，咱嘛做伙来吟圣诗445首，圣诗445首吼，咱要来举行长老的就任式。咱游玩坐咧吟就好吼。先唱3节就好吼，呀，因为时间的关系，歹势吼，咱停伫即搭遮。接线咱要来举行长老的就任吼，咱要请咱的要就任的2位长老就是咱的严志宏长老甲咱的柯南亭长老来头前吼。因为咱的2位长老拢是已经受封立的长老，所以因就免过跪地来接受欢唱吼，他们就只要誓约就好。这时，中兴教会要奉3位一体上帝的名组织，要来为着咱的严志宏长老甲柯南亭长老来设立因做教会的长老。伫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甲利未人3个同工来管理圣殿甲会堂。伫新约的时代，也有设立智慧的长老来3个服侍上帝的话语然后甲牧师3个来管顾伊的教会。长老的职务是要甲牧师做伙治理教会，访问身体欠安的、鼓励灵心的、教育少年的、引带求道的、造就信徒的信仰，做信徒的模样。若受交代，通做同会、副中会、总会，都无教会的发展。所以这个时阵，我要请严志宏长老，还有柯南亭长老，请恁2位要来誓约。当恁要领受长老的职分，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也无？恁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做恁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也无？恁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信任的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也无？恁欢喜做
中兴同会的长老，是着忠心尽职服侍教会，尊奉基督做教会的头，协助牧师来治理教会，来归荣光上帝。恁有存真实的心，要安尼来行也无？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话，恁肯降服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法规也无？咱请会众起立。恁已经竞选严志宏、欧南亭两位来做长老，恁有心实欢喜才来因也无？因照法度来治理教会，恁着欢喜承受来顺叹，恁要安尼行也无？恁着敬爱因、体贴因、替因祈祷，因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活，爱恁得着救，恁着帮助因，互因较为尽做长老的本分，恁要安尼行也无？关系保持教会的处事，若彼此有失错，应该互相通知小会释法，毋通四界报扬，致到妨害教会大局。你要安尼行也无？好，咱这个时阵，咱来祈祷。天父上帝，我要伫你的面前，我要为着你所竞选的严志宏长老、欧南亭长老，因要搁一届来受教会的接纳，成做中兴同会的长老。主耶稣，求你来保守因、帮助因，互因来经验到上帝你的恩典、上帝你的疼。你甲因两人三个同在，互因会当热心为主你来做工，牧养上帝你的羊群，做你尽忠的奴仆，军队主你的骹步来跑走。因为着教会伫道无，伫迄搭遐用心的时阵，主阮也求你祝福因，互因对你遐得到有勇行的灵魂、身体。积极眷顾因的家庭，愿主你的疼、你的恩，甲因三个得地。愿安尼伫你面前祈祷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中兴同会、小会的官兵，设立恁做中兴教会的长老，来协助牧师，煞通知遮的信徒。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互恁的。当圣神设立恁做长老，就照顾上帝的羊群，来教导因，毋通出伫勉强，是出伫欢喜的意思。就做羊群的好模样，就大牧者显现的时，要得到袂会败坏阳光的免流。阿免。咱请会众请坐。咱这个时阵要请咱现任的长老来接纳因，好来握手接纳吼。好来，我简单介绍啦吼。其实恁拢比我熟啦吼，来，颜长老第几任长老？袂记，还做甲袂记，表示做真侪任啦吼，表示他很用心，然后我们大家都拢甲伊真支持吼。来，欧长老，你第几任？第二任。第二任吼，这是刷任的吼，就是讲哪来哪有经验吼，哪来哪知影安怎做。有时阵第一任做长老会较毋知影吼。好，咱拍谱仔来甲因鼓励吼，这多声吼。我们的小会没有自肥没有送自己礼物没有说我们长老自己就任送自己礼物所以咱无送礼物给因总是咱为着因来祈祷来，咱做伙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今仔日伫即搭遮搁一届奉你的名来接纳严长老、后长老来成做教会的长老。主求你赏赐对你遐来开展，甲因三个同在。来帮助因做一个养饲羊群的好牧者，
愿你的疼、你的恩，甲因三个伫地，互因伫即个教会来尽忠，为主你祷无，来荣光你的名。伫你的面前，我献上我的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好，加油，好，加油，谢谢。好，来，请坐。即个时阵，咱要接续来举行执事的就任式吼。咱来念圣诗446首，咱念20就好，好不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念20就好。来，圣诗446首，我们请要就任的这个执事吼，咱会当来头前来备办。咱请吴世军执事、张泽博执事、林文玲执事、许贝如执事、林明宪执事来头前。伫即大家有4位执事要来就任吼，来，我先来吴世军执事，好，张哲博执事，好，林文林执事，还有许贝如执事，林明宪执事今天出国哈，好，来，安尼爱请补就任哈，好。当会已经照教会的规矩来选举执事，各项事务准备好，小会通定这个日期，咱来设立执事。这时咱要奉爸囝圣神的名，组织来设立咱这4位执事来做教会的执事。一开始，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的事务。咱也竞选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互因专心侍奉上帝的话甲圣礼典。所以这个时阵，我要来请恁来誓约，我问恁，请恁来回答。当恁要接受执事的责任，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也无？恁愿意做中兴教会的执事，就爱忠心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恁要安尼行也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伊做主，就既若关系教会的事务，就倚靠伊来设法。恁要安尼行也无？恁肯降服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也无？好，来，这个时阵咱请会众起立来誓约。恁已经竞选吴世军、张哲博、林文玲、许贝如来做恁的执事，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也无？因替教会办理济的事务，恁就敬重因、疼痛因、替因祈祷，恁要安尼行也无？关系保持教会的处事，若彼此有失错，就应该通知小会来设法，唔通四界报扬，致到妨害教会大局。恁要安尼行也无？咱做伙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我要伫你的面前来感谢你，因为你伫中兴教会中间有竞选你忠心的奴仆就是吴世军兄弟、张泽博兄弟、林文玲姊妹、许贝如姊妹，来互因正做中兴教会的执事。但愿求你帮助因带因，
互因为着教会的事务咧倒无的时阵，也会当经验上帝你的疼痛甲你的恩典。你施落你的祝福伫因的身上，来引带因、帮助因，互因哪服侍哪甘知，哪服侍哪有快乐，哪服侍也哪经验到上帝你的疼甲你的恩典。愿主你保守引带带领，安尼伫你的面前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宣告，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中兴同会小会的官兵，设立恁做中兴同会的执事，说通知会友知，这个职分是照着规矩交代互恁。当恁受设立做执事，协助牧师甲长老，就存清气的心办理教会的事务，互上帝的名通得到荣光。阿门。咱请咱的现任的长老咱的小会员来代表教会，来用握手来接纳因。来，咱拢转过头啦。请小会员来接纳。小会员，来，咱请迄个严长老来甲咱介绍。这我拢无熟悉。来，咱会场请坐。还是要介绍。我来简单介绍吼，这个是吴世金啊，主要负责咱的会计，咱教会会计，来由吴世金来负责安尼。第二位是张泽博，泽博伊是普通咱伫咧较有查经前，会给咱介绍，伊的简介。主要敬拜团负责人啦再来是草莓啦，文林啦文林执事，文林执事是主日学负责主日学方面的，做校长，现在是顾问安尼。来贝如，贝如执事也是负责我们那个圣歌队的指挥，是这样。以上简单介绍，大家都熟悉了好，真济好咱等下请咱的这个小会员甲咱的执事咱所有小会员甲咱所有执事，等下伫礼拜四，咱会当来翕相好。安尼以上咱的就任到即搭遮，好，咱甲时间来交互咱的即个吴长老。这时代要来应答上帝的话，请咱起立来念圣诗589首，亲爱主，牵我手。亲爱主，牵我手，引带我的脚在，我也深情软弱，相信爱，经风云过暗暝，带我行日光暝，亲爱主，从我手到天地，我路途真崎岖，主管我来作伴，我人生的路山爬做山，求你听我求救，扶我手免跋倒，亲爱主，牵我手。
请坐。这时，咱要用感恩的心来奉献，请书献的执事来侍奉。来吟奉献的诗。则咱一元徛伫来吟上吟圣诗397首，愿主祝福保护你。上吟线咱要请詹牧师为咱祝祷。常看顾你，守赐你平安。咱遮的话人应该着担待袂的人的软弱，无求家己的欢喜。咱逐人着何处边欢喜，互因得着好来建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引带，常常甲咱众人直直，互咱用信心来听候上帝恩慈，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即时来简单报告。伫下主日12月21日，主日圣工轮值的侍奉者，请恁家己注意来预备。消息报告。本日礼拜后吼，小组分享本来是尼希米记第6到第11章，因为今日拖较久，所以即礼拜后的小组暂停一解。过来今日拢诚大家拢是真欢喜。本日吼，咱有举行咱徐美惠姐的一个成人洗礼吼及圣礼典吼，我想大家为她，然后特别也很欢迎感谢我们那个石牌教会的石牌那个信友堂教会的周牧师跟教会的会友来这边，我们来共同见证美惠
啊，到后成为我们基督家的一家人，同一个一家人的这样的一个见证，然后欢迎你们。然后本日咱礼拜中后举行头拄啊2个年龄的长老甲5位执事的就任式。啊，过来就是咱吼，请吼咱所有的同工吼，咱要编辑2026年定期好会手册吼，所以请各位同工吼，伫10月28进前吼，会当把相关的资料吼，互咱的严艺文严姐妹吼。然后再来就是。这边堆加报告一个东西哈，因为我们下个主日就是12月21是主日礼拜的话是圣诞节赞美礼拜，那我们有特别邀请社区班的那一个朋友来参与，他们也会在这礼拜里面跟我们一起同庆，然后表演。然后在会后的时候，我们在4楼有准备爱餐，那爱餐完了以后，下午的话我们也有为这圣诞节做了一个活动，那当然。除了对象是社区班的朋友以外，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教会的会友能够留步，爱生完的留步，然后一起来跟我们社区班的朋友，让他们感受神的爱，圣诞节的喜乐。然后肢体交通跟代祷事项吼，咱要继续吼，为着咱教会身体欠安的兄弟吼，彩云姐、秀英姐，还有陈辉雄兄，还有特别贝如姐。及照顾他的那个亲人来代祷，恳求主同在，及照顾他们，扶持他们走过这么艰难的时刻。啊，过来咱嘛要为着咱教会毛秀君跟肖佩如执事一家的身心灵健壮来代祷。所以说，此时我们请曾牧师带我们来为这些事情一起同心来为他们的事情代祷。咱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阮要为着阮中兴教会，阮有一身体欠安需要上帝你看顾，上帝你保守因兄弟姊妹，主愿将因交伫主你的手中，求你因带因行过死命山谷，互因伫即个艰苦、悲痛、忧伤的时刻，经验着上帝你的安慰，上帝你的同在。阮特别为着毛秀君姊妹，阁有肖佩如姊妹、林恩正兄弟、王香婷兄弟、林恩平兄弟、郑祖友、林雨辰、林雨谦，阮为着因的身体来祈祷，也求主你，互因伫即个病痛的中间，经验着上帝你的医治，经验着上帝你的疼，也互因伫病痛的中间，经验着主你的扶持帮赞，互因的信心无能者，互照顾因的人也领受对你遐来的快乐，帮助阮伫即个艰苦的时阵。阮教会兄弟姊妹也甲因做伙来分担，做伙来跑走头前的路。愿你的听，你的恩，甲阮众人三个伫地，安尼伫你面前，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是咱要来闭会，咱要请圣歌队来唱祝福的歌，特别咱要请圣歌队今天美丽姐的女儿美惠在这边受洗，我想她会在这边唱祝福的歌，送给她的女儿。美惠，认识主是你最幸福的日子。谢谢。
真感谢信歌队对咱的祝福。今日礼拜有较久，所以咱小等的礼拜煞会开进行爱餐，所以在爱餐进行前，咱一做伙来做一个谢餐的祈祷。亲爱的弟兄，阮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一日内面，阮阁有一个主，互阮的大的礼物美会，互阮对今日开始，阮成做一家人。主啊，阮的平时，阮的心有当时啊会忧闷，主啊，阮当时啊会喜乐。但是主，阮拢知，不管是阮喜乐还是忧闷当中，拢有主你的陪伴，因为主甲阮同行。这是阮也要结束今日的敬拜，小等要用餐。我也求主你伫阮用餐的时阵，透过这个餐食，互阮身体更加坚强以外，也求主你伫阮煞尾的所有的人生、所有的时间。因为有主，你甲阮同伫，互阮更加强壮大，会来行阮人生的路站。阮咱的祈祷拢奉主耶稣圣名来求，阿免。这是我们来行平安礼，嘛会使，若是要会使后面用餐。然后特别因为咱后礼拜是圣诞节赞美礼拜，所以小等会请咱的诗班伫12点30分的时阵来到教会头前这边。来做咱练习请请信歌队的那个同工能够在12点30分的时候留下来跟我们加练。嘿，那我们这边请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洗礼的那个美会还有我们的长职来这边我们来一起做一个合照。